同你亲临心欲碎，忧心团圆不离归，故乡的将你郎。在秋阳，每代的家宝思故乡。阮历15年，愿未想，咱伙迄个家亲啊，倒会来心嘛伤。阮风藏母乡，你心放宽，有缘全家将会团圆啊！迄个朝成一气，哪会无花转？怎不会叫人心的树啊烦？母后，如若得家的人尚在人世，总有一天必定会甲母后你相见，请母后你切莫太过伤心。靠边千岁，孙兵部在讲我救济。哦，孙兵部来找国王有甚物代志是？霹雳，你就选你入宫，本后有话要交代。遵旨，选孙兵部入南清宫。遵旨。宣孙兵部进宫见驾。新叩见太后，殿下千岁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孙兵部前来找国王，究竟有何事呢？王爷，西国兴兵作乱，有状报元帅过急回朝，神往皇上旨意，临危总兵各路招军训练军队，3天后5时，神要在教场，后夜即位军师，特来强请千岁，届时加任指示。霹雳，孙贤卿好意来伫咧邀请，你就去。遵旨，可是离神必然前去。谢太后。孙贤卿，爱家要问你，你毋知还阁会记你20多年前，我叫你送信到我的故乡山西太原无？这，太后，你哪会忽然间问起这件代志？但毋是一场的水灾，也袂全家来拆散。孙贤卿，本后要命你在道军的名册，详细查看，看有一个姓狄的人无？假使身躯若有心大血结的鸳鸯，就是阮狄家的亲人。狄青，狄青是甚物人呢？启禀大人，狄青是拄则就来投军的兵卒，
处理武艺未歹，是一位可用之才。伊个人咧，现此时就咧营中等候。看你来听话。狄青，小兵叩见总兵大人。你叫狄青，是，山西太原人士。正是。这个小囝果然是狄太后要找人，我小妹为伊而死，我今仔日非将伊处死不可。听林去咧讲，你的武艺袂歹，这是林千爽的夸奖。本我以为要试你的武艺，看好到什么程度。唔知大人如何处罚？孙爸，在，我要叫孙爸甲你比试，你教。听总兵吩咐。有胆量。孙爸，你要甲狄青比对下。是，会记的，点到为止。是。大人，我打得清，总兵，竟不顾我的法律，家徒杀人，来啊！是，八爷是。大人，来了！大人，这真是无义。对。比武之前，我上面点到为止，已经讲下了刀手，杀了孙霸，表示决定，来，再推出战士。总兵大人，要走。狄青，王爷，这个小囝是身份这投军小小一个部队，因为伊小小的年纪，武艺非凡，本官有意提拔，也毋过伊的心性刚傲残毒，我面对孙霸甲伊比试较量，伊自以为武艺高强，竟然将孙霸杀死，利用此战，王爷断断。王爷，小是奉命比试，孙将军手下不良情，明就必杀就小的，小的出手来不及，再失手杀死一位孙霸，并非故意巧也并插。对，本官两眼清官，你敢胡说？孙兵部，近枪比武，刀剑无眼，这并非狄青之过。嘿，王爷，敌出光芒啊，轻视军法，若无一个处决者，清班的军师，什么人死袂放呢？孙兵部，王看狄青生做是忠义之相，而且是失手误触军法，这也不足以斩首。既然孙霸既死，王想讨一个人情，不如就了伊狄青一命。嘿嘿，王爷之命，下官哪里不从？也毋过死罪难免，活罪是难饶啊。以你之见，这，王爷，接打40个军棍，依法轻罪。好，来人，在，将敌青带下，接打40个军
我斩你袂死。这个40个毒药，你若唔死啊，半条命。